一個問題係咩呢？成個香港呢，喺立法會嗰度呢，係冇咗聲音，而係冇咗咩聲音呢？你由環保局阿謝展寰開始推，要用2個垃圾膠袋嚟揼，過晒立法會冇人出聲，跟住去到市民嗰度呢，樣衰啦，收翻好啦，由呢個垃圾袋一路呢，好多單啊，又山寨水、陰頂陰嗰啲蒸餾水，又俾人呢，就打龍通，唔知點解呢，就可以攞到咁多過億嘅標書。全嗰個間公司呢，都冇註冊嘅，亦都唔係入去，因為其實政府投標係有張 list 㗎，即係以前我都有做過政府啲投標嘢啊嘛，佢係要好緊要嘅審查，好難俾你個公司背景先至入到㗎。點解呢啲真係笑話中嘅笑話嚟嘅？完全即係你話香港上軌道嘅地方，點可能出現呢啲嘢㗎？仲有單仲好笑，係就安全帶事件，冇錯啦，冇攬安全帶罰5000，最新尾嗰條法例，喂，原來係針對新車嘅，跟住係咁樣落馬，有啲人又冇事嘅喎。你諗下一樣嘢啊，華記，一個巴士入面有坐位有企位，你夠膽立一條例呢？就係坐嗰個就要扣安全帶，企嗰個唔使扣安全帶。咁嗰個企嗰個人嘅生命係咪唔需要保障佢呢？你唔好講呢個添啊！佢有2個seat位，一個前一個後，一邊係唔使攬嘅。會唔會傻嘅？你咪呢啲咁樣嘅官員真係你話，咁跟住又揦嘢咯喎！又揦嘢係咩呢？好多單。最新呢單呢，就宏福苑，宏福苑呢，我頭先就拍咗條片呢，基本上政府就責無旁貸㗎啦。今日呢，就喺湖南嘅長沙發生個悲劇，26個人嘅死亡已經係重大事故㗎啦。咁呢個重大事故呢，已經呢第一時間呢，嗰個長沙嗰個省長呢，即刻出嚟鞠躬道歉。阿習主席呢，就話要徹查呢單嘢，肯定有人烏紗不保。咁你反